9月咧喺台北舉行嘅聽障奧運會，本港將會派出41個運動員參賽，人數係歷屆嘅最多。有運動員就希望透過呢一次比賽改變社會對殘疾人士嘅睇法。鄧俊輝去睇過佢哋嘅備戰情況。歡迎收睇全新一輯嘅社區人和事。喺今輯嘅節目裏邊啦，我會同上週一樣啦，繼續同大家走進社區，睇下我哋身邊唔同嘅人物同埋事情㗎。今集咧，我嚟到跆拳道館呢一度，唔係要介紹跆拳道嘅運動，而係要介紹一班啦，即將會代表本港喺9月去到台北參加聽障奧運會嘅運動員。先同大家介紹一下跆拳道嘅選手，佢叫做何連晴。呢幾個月，練晴都積極操練，練到大汗搭細汗，為9月參加台北舉行嘅聽障奧運會做準備。16歲嘅練晴會代表香港參加58公斤以下級別嘅項目，係佢第一次參加聽障奧運。奧運會咧喺大型嘅比賽，我有接俾我合嘅啦，就有個花數啲咯。如果唔係預先話俾你聽，你或者留意唔到，練晴要佩戴助聽器。嚴重弱聽嘅佢3歲開始同助聽器為伴，但無奈佢嘅成長。2年半前我都訪問過練晴㗎，練晴話同當時相比，今日自己嘅技術同經驗都豐富咗好多。之前咧，我好驚對手啊嘛，因為太多人驚太大力咁咯。依家頭嘅地方交流，頭嘅國家就克服咗點樣打對手咯。呢幾年，練晴喺本港同埋外地贏過唔少比賽，累積咗好多經驗。舊年台北嘅聽障奧運邀請賽，佢贏得亞軍，換嚟今次參加奧運會嘅入場券。練晴希望能夠發揮到自己嘅水準，教練對佢亦都充滿信心。I'm sure to him and some get medals, bronze, silver, and gold. I'm thinking him and any medal get the program. I'm hoping I wanted to him and get gold medal. 練晴嘅父母為咗支持弟仔，亦計劃到時親身飛去台北睇比賽。如果能夠親身咁去支持到佢咧，就係話俾佢聽咧，你參加呢個賽事，第一係非常重要，第二嚟講咧，父母咧，無論你乜嘢嘅賽事咧，我哋都希望咧係俾個信息你，我哋係支持你嘅。自己練晴話會盡全力，不過成績係點唔緊要，最希望係透過比賽改變一件事。